咁啊有5分鐘時間啦。第一樣嘢就係想講翻。好，咁第一樣嘢咧，我首先要望鏡頭望邊度咧？我係咪望呢一度？OK，繼續望翻個鏡頭先。咁咧，第一樣嘢我想講就係關於停止內耗呢一件事，因為我自己發覺自己身上面有呢樣嘢，所以要去正視啦。咁我都睇到有啲 video 已經講過，咁但係我喺呢度咧再 recap 一下，就係我覺得邊啲事情你係可以幫你去停止咗呢一樣嘢，進而令到自己咧個思維去改變添。最緊要就係呢一步。咁第一步咧就係接受你自己，接受你自己係有呢一個內耗嘅呢個情況，同埋接受自己而家身處嘅呢個 situation。之後你再慢慢諗下點樣去改善去做，但係你而家呢個 situation 要接受，千祈唔好覺得自己係 suffering 緊啊定係點樣樣，你要自己去諗方法，盡量去做好佢。做唔到唔緊要，做唔到冇問題。even 去到最後譬如話我而家 concern 緊我份工，嗰份工俾人炒咗唔緊要，其實問心無愧。咁跟住咧，第二樣嘢就係即係第二樣嘢咧，就係課題分離。咁我舉個例子啦，就係譬如話有同事去問你做想做一啲嘢啊，咁但係你而家好忙，咁你就婉拒佢啦。咁佢當然唔開心啦，即係佢會可能俾面色你睇佢點點點。但係實質上嚟講，你係做緊一件啱嘅事，因為就住你自己嚟講，你係要維護自己最大嘅利益。係啊，咁喺呢個前提底下，如果你幫佢做埋嘅話，你又要 OT， 冇時間冇精神嘅咯。係啊，咁呢個位就係你自己去衡量咯，你要點做咯？係啦，咁跟住咧，第三樣嘢咧就係積極性嘅思維，就係你點樣去呢個反而係最緊要，就係點樣去停止完之後，你要好積極咁去諗究竟之後有啲乜嘢係可以幫助自己都成長到，而又可以幫到公司手或者點樣樣。呢一種嘅積極性思維係去到後邊 nice to have， 亦都係真正能夠治癒到你有內耗嘅一個情緒嘅一個非常之強大工具咯。咁我講嘅就係咁多。咁如果大家咧有啲乜嘢新嘅或者有啲好好嘅一啲方法，可以治癒到自己嘅一啲內耗啦，自己嘅情緒嘅，記得喺下邊留言同我講返。